爺講故事。OK。爺爺講萬聖節的前世今生。萬聖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凱爾特節日。夏天結束，冬天開始，生死兩界最薄時刻，靈魂晚上回到人間，人們聚集，點燃巨大篝火，以驅邪避鬼，並預測未來。用動物皮骨製成可怕服裝，偽裝惡靈，騙過遊魂野鬼，免被帶走。會準備食物祭品來安撫這些神靈和鬼魂，進行各種占卜預測來年運勢，特別是關於婚姻和死亡。羅馬征服凱爾特，基督教傳播，試圖取締這些異教節日。教宗格里高利三世將11月1日定為諸聖節，紀念所有殉道聖徒，又將11月2日定為麥靈節，紀念所有逝去信徒。異教與基督教融合舊習俗，以新形式保留諸聖節前夕，化作 Halloween。萬聖節時扮鬼扮馬，嗌加索食物及酒，演變為不給糖就搗蛋。傑克死不能上天堂或下地獄，提住大頭菜燈籠，人間永遊蕩。美國人發覺南瓜比大菜頭易雕刻，傑克燈變為南瓜所取代。現代萬聖節已作為社區活動，年青人狂慶節日商業掛帥，商人大力推廣扮相創新，鬼怪衣飾大拿一筆。家居裝飾及糖果商人盤滿滿，祝大家萬聖節快樂！哦，好聽！請訂閱、分享、同點讚。Thank you very much.